西元前9世紀，古希臘城邦林立，你將化身為一位城邦領袖，帶領人民發展文化、軍事與經濟，爭奪最高榮譽與勝利。這是一款策略型桌遊，玩家將操作自己的城邦版，透過行動卡、政治卡與各種資源，在主遊戲板上競逐得分。每回合分為7個階段：事件揭示、稅收、擲骰、行動、發展、事件解決與里程碑。起始玩家每回合輪替，遊戲共進行9回合，最終得分最高者獲勝。擲骰後，你將在每顆骰子下方放置一張行動卡，卡片上的數字若高於骰子點數，需消耗市民才能執行。點數越高越有利，但市民資源有限，請謹慎規劃。行動卡分為7種：哲學、立法、文化、交易、軍國、政治與進步。每種行動都有獨特效果，例如文化可得分，軍國可殖民城市，進步可解鎖能力。在發展階段，你可以升級文化、經濟或軍事等級，獲得稅收、市民、榮譽等獎勵。文化升級至第4級時，還能獲得額外骰子，讓你每回合執行3個行動。哲學標記是萬用資源，可用來保市民、加速發展，甚至暫時滿足政治卡的知識條件。遊戲結束時，加總得分、榮譽與特殊知識標記，最高者獲勝。若平手，持有最多 DP 者勝出。記得搶先達成里程碑，善用哲學標記，靈活運用行動卡，才能在古希臘的舞台上脫穎而出。你準備好成為最偉大的城邦領袖了嗎？